CDC 聯邦疾控中心最近更新指引，建議19歲或以上嘅人士接種乙肝或者係 B 肝疫苗。黃恩光報道。聯邦疾控中心嘅疫苗委員會今年4月向疾控中心建議，19歲到59歲嘅成年人都應該接種乙肝疫苗。修改後嘅指引亦都包括60歲或以上人士，而 CDC 亦都接納咗委員會嘅建議，更新有關接種乙肝疫苗嘅指引。乙型肝炎嘅疫苗呢，有兩種啦，舊嗰種呢就係6個月內打3針，而家新嗰啲疫苗呢係1個月內打2針，就打咗一針嗰啲人呢，多數即係長期可以保護佢哋嘅咯。咁呢個新個推薦呢係經過 CDC 一個 committee 叫做 ACIP， 咁呢個 committee 一推薦嗰啲疫苗即係接種呢，就全部保險都係免費嘅。以前疾控中心建議18歲或以下兒童接種乙型肝炎疫苗，而新嘅研究發現，2019年大約一半急性乙型肝炎患者係30歲到49歲嘅成年人，而40歲到59歲人士嘅發病病例近年亦都顯著增加。同時，疾控中心發現全國只有30%嘅成年人接種咗乙型肝炎疫苗。為咗更加有效防止乙肝，以及減少因急性乙型肝炎而演變成為慢性乙肝嘅現象，疾控中心嘅疫苗委員會建議19歲到59歲人士接種疫苗，而60歲或以上人士亦都可以接種乙肝疫苗。如果觀眾呢下次去做乙肝檢查呢，發覺自己又冇乙肝，但係又冇免疫，咁你應該要求你醫生打個呢個乙肝疫苗。雖然有好多醫生未必知道呢個新嘅呢個 recommendation 啦。醫生表示，接種咗乙肝疫苗嘅人士可以得到終身嘅免疫保護。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。